么万不来呀？娘子的为人真孤寡，好似庙中的观音，你呀菩萨。生病我千言万语去劝慰，他对我何曾说过三句话？事情虽小谁生气，以后自决然不能讲。难道他令我与阴晴？难道我何此得罪了他？今日是中秋逢佳节，亲娘子园中动来赏月华，咋能给家的娘子心中的就是万苦千难，为女人下。想大娘可曾请来了么？大娘说她在吧。哎呀，好，互相稍定相公遇上。谢相公。听得娘子一怒，好日光我家常我，心意真理过8、7年。既称夫妻，何必客气？我对他殷勤礼，他总是何必客气？我只得宽心，哎呀奶气，慢慢在乎他讲道理。娘子请来见礼，家务上礼不介意吧？娘子此言差矣，圣上交往终于理解，虽是夫妻也该相敬如宾。你我举多世俗，通达礼仪，见面总连个道理都不讲了么？此次就请送见一礼。呀！与礼奉还，与礼奉还。娘子，请坐。同坐。素日不见娘子，不知肉体可温，饮食可好，夜观可听是何？身体无恙，不劳操心。你命我想请我来到花园，不知有无见教？娘子，既你终日都入房中，只怕要闷出病来。困这里丹桂飘香，
明月皎洁，故而得被小杂，请娘子来散散心啊！哦，娘子请饮酒。你不是早知我不饮酒的吗？我这晚有无要事，既无要事，我要回房去了。娘子，你我3日夫妻，恰也难得遇难。今日既已到此，何必急于回房？还请娘子再入片刻。娘子，你来我家已有3月，见你终日举眉不准，不知有何心事啊？我哪有什么心事？呀！娘子正是并无心事，这伤眉尽数，长须断叹，岂是瞒得了人的？娘子，到底有疑难之事，也该与我说明，我也好为娘子分忧解热啊！你胡子个人自愿生有事啊，非常真冤，非常啊是。个人自有个人啊事，可知道夫妻原是恋啊恋子，娘子心中有非常事，只怕乃妹我两啊娘死。娘子不必一人，若是要猜破你心啊事，你不是同来先家子，不必往事非心事。虽娘我今日全当新啊家子，来猜一猜娘子的心中事。那你就猜吧，娘子，莫不是在我家起居不是意，故而你心中美事。我好比马枪飞至凤凰桥，还有什么缘不是？莫不是丫鬟侍奉不诚心，你赴会差遣他应生事。丫鬟侍奉不差池，与我苦不共相思。莫不是我
娘亲对你来欺呀，你深受委屈难启齿。应当是深受高明为父啊人，岂为得起小辈是理子？莫不是我妹妹不懂事，一女得罪母娘子。因为出言多是情，我一般见识太无知。莫不是你为人高峰心不坏，冤狱是为乡人公诈鬼子。荣华富贵何作假？何必为此操心事？莫不是你另有阴晴必有此，姻缘不缘配虐死。王为是故我们是生活不破碎无知，将我与家去困境，难道你比我必有事？娘子，小生并非此意，娘子需要生气。原是我一时失了言，望与娘子来看事。这不是那不是，真正难忘我两啊女士。我到底不是蓬莱仙家子，今日里难猜娘子心中事。娘子的心事我是猜不上了，不过我还有言，请娘子听了。自古来也是为定百平安的，相亲相爱成夫妻，你女人娘们亲父母，出家之后亲夫欢喜，夫妻和睦应相同，生生世世在一起。我富裕时来你岂不是，你岂有时来我夫去的，是今日你所亲在，非虐死虐死爱在，谁是阿里？你有时不肯对我讲，再有谁人苦伤
往中去，团圆圆，团团圆圆是夫妻。来来来，与你谈谈心，家家门，欢欢喜喜度佳节。哪有你这种女子啊？一为气，一为恼，不近人情事上少。看起来我前世虽功利虽道，今世夫妻难无好。他既无情对牛死，我何必自己心烦恼？从今后你过你的独木桥，我走我的阳关道。哎呀，不哭啊！金娘子灵隐人生十七巧，她伤心缘来用好，其中定有呢喃字，两来他苦中不能相人高，独是为王在全家，谁话我娘子真得了？我还是好意去劝慰，设法将他的手哎呀